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今仔日来讲嗲米甲跳米。嗲米的嗲，倒手边倒入米，把米买进来，就是买米，就是嗲米。跳米的跳，倒手边倒出米，把米卖出去，就是卖米，就是跳米。以前米价是跳米卖米的所在，咱若要嗲米买米，就是拢爱去米价。有一句俗语，会晓算袂晓值，跳米换番薯。用较贵的米去甲人换较粗俗的番薯，就是无巧、失算、考虑无周到、无想到遐去。也毋过早期清寒的做农人家，拢是不得不爱跳米掠番薯，因为欠人钱，阁真需要用钱，只好忍痛，甲介绍比白米较歹的切仔青、旧青。俗俗啊卖掉去行销，剩的钱则去买番薯、串签、泡好搭，安尼才有法度食规年。啊，若较早米的称重是用角、斤、斗、石来计算，是十斤位。10角是1斤，10斤是1斗，10斗是1石。有一句俗语讲：时机拄有着，较赢9斗换1石。10斗米才1石，若是9斗米就换着1石，就是有赚着。啊，若有拄着好时机，迄是比9斗换1石还阁较好康。今仔日的台语字，嗲米、跳米，实在真趣味。